观众朋友若是恁去买菜的时阵，看到包装写大啤酒卡白笋，敢会真好奇？实际找到种这寡卡白笋的农民，原来这个卡白笋到分采收进前，真正早暗拢咧听大啤酒。为怎因为有这款特别的种法，咱做回来看。一阵一阵的诵经声对这块田传出来，详细甲看，竟然是要放予卡白笋听的。这个卡白笋唔哪早暗拢听附近，而且无撒农药，嘛无一转化学肥料。我这些茭白笋从别的地方引这个种过来，在这里就是听大悲咒，一代一代繁衍下来，已经第5代了。你会想要买吗？应该不会吧，我还是会以那个距离的远近，就是我去买的方便，还有它的价格下去做考量。一般卡白笋市价1斤换90块，这包附近卡白笋要卖119块。问农友为啥要卡白笋听附近？伊讲这甲老母有关。这一开始会采茭白笋是妈妈教我的，她教我怎么样去触摸茭白笋，怎么样去了解它是不是已经成熟了。所以这个关系，这个原因结合起来的关系，所以我就决定选择大悲咒。一方面跟我妈妈有关系，也希望觉得这是一个正能量的表现。除了卡白笋之外，农友在逐年7月下旬卖采收附近糙米，虽然目前还无科学根据显示出听附近的农作物会生了更加好，不过农友的好心，相信已经感动不少人。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。